一句话，也是单独的对西门的一个呼召，是挑战着西门这个彼得他的专业以及认知。他觉得我出去，我不是碰运气，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去在哪里有鱼，所以我就把船开到我认知的地方，我确定的地方去。可是他打不到鱼，可是耶稣对他的呼召里面是让他开到水深之处。他不仅仅是要让彼得知道他所知道的，耶稣所知道的，超越他的专业，超越他的认知，超越他的尝试。耶稣要告诉西门彼得的是，我所看见的比你要看见的更深，我所看见的比你要看见的更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位分、不同的职业的专业能力，但是我们都常常觉得说，我们的专业这是我的专业，可是有些时候专业会隐藏，也会遮蔽我们对神的相信。专业，神所拥有的，耶稣所拥有的，超乎我们的专业。所以有时候我们拥有专业的知识跟能力，有时候这些的专业却也成为我们在服事上的一种阻碍。但是耶稣他所看见的比我们看见的更多更深。我们是不是愿意像彼得一样，去听从顺服主的吩咐，去做出或行出那超越我们知识以及能力的事？比如说接受门训、接受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在使用传福音教会的这个门训课程，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上过许多次。可如果有提到说，那我们再把这一个课程再来上的时候，我们就听说已经上过了，还要上然后有些时候在接受门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刚开始都会觉得这么简单还要上课其实门训课程不是那么困难，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那个装备的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有些时候当我们说我好久没有读书了，在我读书真的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学生很辛苦我好久没有拿笔来写作业了，或者是我要再重新看书。这些都已经上过了，为什么还要再上啊？其实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顺服这个功课，其实就挑战着我们的认知，挑战着我们的专业，挑战着我们的尝试。我们很珍惜每一个能够学习服事的机会。特别我教会开始在这些门训课程里面，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真的是把时间摆上，然后就虽然在工作，每一天工作完，他们可能来不及7点半赶到教会，可是他们就愿意更多的把这个时间挪出来，然后也许他们可能要迟到了，就赶快传个赖说我会迟到，那我不要记我旷课然后他赶快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完，然后匆匆忙忙的赶到教会来上这周5的装备课程。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装备过程当中，其实从开始的那个，也许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难处，可是他知道这个时间就是我必须要付上代价，献给神的时间，献给主的时间，也是我的生命学习的时间。他们再累，他们都愿意来这边来学习，来一起接受门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彼得他坚持他的专业耶稣你不懂我都打鱼了，打了几年了，打了多久了，我还会比你不清楚这块的水域吗？水深的地方就能够打到鱼。如果彼得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质疑，来挑战自己的专业，那他的生命永远经历不到耶稣所看的更多更深的经历。他的生命里面不会去经历那个
撒网下水，然后鱼能够几乎快把网撑破的一个状态。他经历了一个是超乎他所想象的事。第三个，彼得的生命里面，他的被呼召，在马可福音，刚刚我们所读马可福音第8章32到34节，这个比喻里面，在这个教导当中，彼得他知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受害了，可是他心里面害怕，他没有想到说要跟随耶稣，必须要付上这么样大的代价，所以圣经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是体贴？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就是想到你会去顾念的，不是上帝的事，你考虑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人的意思。所以他用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如果你不要进去耶路撒冷，你就不会受害，你也就不会不会遭遇这些的事情。这是人的意思。可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必须要完成这个他的救赎的工作，他必须要进去，他必须要去面对这十字架。所以耶稣说，对众人跟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要看不见自己，要让自己的生命里面那个考虑、那个体贴自己的意念，要降到最少，要降到最低。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求，所以。在我们过去在新闻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为了一个公车的座位争到大小声，然后甚至是这种动粗的、打架的都有，因为考量的是自己，考虑的是自己，所以体贴神的意思跟体贴人的意思是必须要有一个抉择。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是让你的生命里面那个自己，你的想望、你的想要降到最低，而要把神的想望跟想要，然后逐渐的加增，我们才能够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早上重新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说，什么是舍己？就是那个富有的年轻人，他看中了他自己的所拥有的。他没有办法舍去这个，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真实的来跟从耶稣，因为他忧愁的离开。有些时候舍己反而是一种祝福，舍己反而是让神更多的祝福。其实这个真的是挑战我们的想法，也挑战我们的认知。当我们愿意更多的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更加倍的赐福在我们身上。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许多的对外的奉献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愿意更多的给出去的时候，神就更加倍的丰盛的赐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法则。愿意给，他就赐福在我们当中。所以以彼得他的生命里面，他十字架的代价让他惊慌。跟随耶稣要付上这么样的代价，要面对死亡。以人的眼光来看，能够避免就是避免，能够减少或减轻就减轻，不要去面对，不要能够绕过去，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可是耶稣却责备彼得说：“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只体贴人的心意。舍己是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跟随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舍去自己的心意，舍去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引导。所以彼得在他生命改变之后的他，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第四个，彼得所面对的是一个舍命的呼召，在约翰福音第21章18到22节里面，就是提到的，
彼得他所要面对的最后。21章18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要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那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的生命里面，耶稣给他的一个预言是，他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往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却要自己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当他的面对耶稣，你要面对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你不要进去。可是耶稣在他对彼得所说的是：当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面对最后的生命的结束，或者是面对我们的未来结局的时候，你会执意的要去跟随耶稣吗？耶稣告诉彼得，你的生命的结局是什么？但是耶稣也再一次的对他提出了一个呼召，来跟从我吧。但彼得的眼光仍然还是放在其他人的身上，他在意别人是不是比自己还要好。他看见那个约翰，那个依偎在耶稣胸膛前的，跟他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个门徒他关心的是这个门徒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主啊，我年老的时候，未来我会到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被带到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人呢？这个人他未来是什么？耶稣回答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彼得的眼光放在其他人的身上。每个人神都有赋予我们的使命跟计划，没有人会觉得说他的生命为什么这么样的好，他的神的计划为什么这么棒，神的给他的命定为什么样这么样的一个不同？对，是不同。神给每个人所赋予的使命跟计划，并不是都相同，但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完成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对彼得还有得救的呼召，有一个撒网的呼召，有一个舍己的呼召，更有舍命的呼召。彼得对主呢，还有舍弃的跟从、舍己的跟从、舍命的跟从，以及追随到底的跟从。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不单单只是要成为神国的儿女，更是要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计划。在我们上一周以及在这一周里面，我们有首长以及我们的组长、小组长的就任、誓约就任。那教会希望透过就任来看重每一个首长、每一个小组长的服事，并且希望说每一位首长、每一位小组长也能够看重自己被托付的这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也盼望说，教会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小组长，透过我们的首长，他们能够一同的来协助教会在牧养、在关怀的事工上。那也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尊荣他们的服事，能够敬重他们的委身，因为他们所要付上的代价、付上的时间，几乎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所以他们愿意去背起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更多的是要敬重他们，要更多的来尊荣他们。所以彼得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留下榜样，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盼望我们在2020年，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也更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主，来跟随我们教会的牧者，一同在为着教会的意向一同来奔跑。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这首诗歌当中，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献上，在新的
新年的第一周第一个主日，我们也跟神说：主啊，我要忠忠实实来跟随你，我要对你充满热情。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思想说，我们要跟随上帝。我们唱这首歌。让我甘愿为你受苦，让我能够知道你已经把权柄能力赐给我了，让我愿意能够按着你所吩咐的去做，能够愿意顺服你的差遣。主啊，你必与我同在，主啊，你必要在我身上成就你要成就的大事，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主？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门徒？我们要为神成就什么样的大事？我们向他求。当我们能够愿意自己越来越小，让主越来越大，让我们越来越少，主越来越多，我相信神的工作会更大的在你的身上彰显，是超越你的专业的，超越你的经验，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自己的限制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你呼召我们能够来跟从你，主啊，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啊，我们与你一起来奔跑新的2020年，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上，在服事上，主啊，我们都能够仰望，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我们能够愿意谦卑自己，自觉自己不足，自己不用，我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我们能够愿意降卑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自己再一次献
上成为活祭。主啊，让我们不是看见自己，主啊，乃是受教自己。主啊，更多的仰望你。主啊，我们愿意知道你托我们的使命，门徒就是要来跟随，门徒就是要来传福音，门徒就是要来怎么样能够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能够培养更多在生产的工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立定志向，向着标杆直跑，得着更多宝贵的灵魂。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我心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再次呼求，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再一次跟神说，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操心的灵。是的，主耶稣，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常常亲近你，我们常常要依靠你，因为等候你的、依靠你的，必定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惑。主，谢谢你，让我们不仅成为信徒，白白得着你的救恩，我们愿意成为门徒，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主啊，你不会用够重的重担放在我们肩膀上，让我们扛不起；你不会放下试炼，让我没有办法经历过，因为你已经走过这个路，你也差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走门徒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再次献上，成为活祭。我们一生来敬拜你、爱你、服侍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请坐。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几位要补就任的小组长哈。那我们已经进入的2020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总会的主题改变了。总会的主题再念一下好不好？来，节点普世行公义，定根本地实践爱。我们就在台湾，我们应该要定根在这块土地人民。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乡土，我们爱人民，我们爱我们的同胞灵魂得救。我们要爱他们，更多的爱他们。我们要跟普世连结，不只是台湾，直到地极，神的国要降临，充满他的公义、平安
和喜乐。我们教会10月20号牧师所领受的目标哈，一个教会的目标哈，因为我们要印那个业力哈，刘长老会向我，那个长老娘向我要，干部事向我要我祷告，来念下来，谦卑做门徒，努力传福音。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做门徒，门徒就是要传福音，门徒就是要传福音，我们用生命来传福音，在南部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李修牧师，他来台湾当宣教士12年，他用生命来传福音，他建立26间的教会。马街他在北部传福音，他用一生的生命来传福音，他建立60几间的教会。在南部有一个在山地传福音的吴通善牧师，他活到95岁，但是他用20年的时间，委身在原住民的部落传福音，建立100间的教会。今天我们也小组长要就任，我们正说主啊，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门徒，我能够传福音。我虽然不能建立26间教会、60几间教会、100间教会，主啊，让我能够建立不仅是1个小组、2个小组、3个小组，我们真的要向神祷告。这时候我们要请5位今天要就任的小组长能够出列哈，我们要来4月就任。小组长今天要就任的。感谢主，我们蔡长老80几岁了，但是他仍然愿意成为小组长，愿意成为门徒，愿意传福音，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成为一个门徒，要跟随主。其实我们不会重担的，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軛是容易的。当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献上，主前交出去了，主就负责到底，主就为我们负责到底。好，现在牧师要来问我们站在前面这4位要被任命为教会的小组长请你们用大声来回答你们要领受小组长的职分，你们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你们要领受这个圣职，你们当依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你们所托付的职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呢？这时候牧师要来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右昌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本会的小组长。你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常常关心传福音的事，培养门徒的事，生产更多的在生产的工人，尽力为主做工，来荣耀主上帝。阿们。我们要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4位接受任命成为右昌教会的小组长，无论是在松联牧区、社青牧区、协青牧区，主啊，求你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他们能够真实的来培养门徒，真实的更多的传福音，使得救的人不断加增。因为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要与他们同在，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求你恩膏他们，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常常祷告经历神，常常有团队一起服侍神，
常常神的恩典降临在他们的家，使他们蒙福，使他们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兴起他们，也许多人为他们祷告，使他们所做的工更荣神益人。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时候我要请我们的长老来不是他们不需要接纳，对，我们要颁那个任命书这个任命书我等一下请业代表自任命马国华为本会牧养部小组长，特颁此书弃颁共襄圣公荣主圣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悠长教会牧师陈建岳，主后2020年1月5号我们这个是补了这个是在我们上个礼拜那我要请那个马国华执事来代表没有关系，他没有来，我们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请我们没有后退一点。好，我们鼓掌感谢主。好，好，请回座。其他的我们的那个证书到我们的办公室去领这里面因为今天有的还没有来我们还有几位还没有就任为什么要就任呢？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成为元首，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我们要在按着各个肢体该人应该有的一个运作，一个次序。那我们在服事上才有神的带领，才有神的保护，有神的祝福感谢主我们求神赐福我们。教会能够借着很多领袖兴起，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向着这个目标我们要成为领袖，我们要成为门徒，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得人感谢主，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好，奉献，请执事收奉献。愿姐，我们带着礼物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在今年，我们把我们的期许，也把我们对神的祷告用我们的奉献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我们请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站立起来，我们来唱奉献诗歌。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的以为主有。我要永远爱主靠主，也常与主同行，所有权。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盛的供给中，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数算过去这1年来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蒙福。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护，哪有我们现在的平安与蒙福？感谢主，我们愿意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愿上帝悦纳我们诚心的摆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曙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曙光。祝祷，请戴牧师。愿在这新的一年，你们充满热情，对所信的耶稣热情，对教会热情，对小组热情，对家庭热情，对工作热情，让你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得以亨通。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以及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领受属天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领受教会圣歌队的祝福之后散会。